中华师范大学附近的这店家真济路，阁无改大条，建摆上下课时间，人含车一个坐交通就大拍角。中师大学生会就发起安全步练大游行的活动，希望相关单位重视过路人的安全，建立友善的行路空间，让学生有安全的路通好行。彰师需要人行道，彰师需要人行道，行人安全才会到，行人安全才会到。学生伫校门口大声发出诉求，希望学校附近会当有安全行路的空间。中师大学生会表示，学校附近无人行道，若上下课，学生就需要行伫大路，参起机车抢路行，真危险。现在彰化师范大学前面的人行空间是真的很恐怖。那在这样子容易出事的情况下，我认为每一个学生、每一个居民，他们都有更多行人安全的议题需要被保障。我们甚至去做联署书，去问店家的意愿，以及说店家需要什么，希望透过这样的努力，可以达到彰师这边有第一条人行道的出现。根据学生会调查的资料，有9成的师生伫学校附近行路，也是赛车、骑车，感觉无安全，甚至有将近2成的师生捌发生过交通事故。建立人行道对过路人参驾驶来讲，拢是保障。对此，彰化市公所表示，实施人行道牵涉到无同的权责单位，佫需要时间来沟通协调。阮绝对真认同学生的诉求啦吼。但是这个人行道要施设啦吼，这个公权力的实施涉及到一些路权还有建筑法规，所以即马公所绝对愿意甲县府共同来合作。市公所表示，会先办理学校头前车路障碍物的排除，减少违规占用，冒请相关专业顾问公司制作申请计划书，预计明年2月向国土署提出友善行政的相关补助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